来看桃园铁路地下化动工代替中立的临时站使用将近3个月咯。也毋过有旅客是怨叹讲临时的柜台伤矮咯，烦恼讲人坐的时阵会真危险。铁道局是表示讲，使用3个月来是无啥问题，嘛继续来加强管理。 柜台顶未少南来北往的旅客等咧等列车进站。中德站是代替运量第3关的车站，逐工旅运量达到4万人次。因应铁路地下化动工6月7日启用临时站，有旅客怨叹临时柜台伤过矮，烦恼通勤尖峰时段人一多，万一小客可能跋落柜台。是有点窄啊，怎么说？有时候人蛮多的，然后就比较危险。 人多就靠自己啦，怎么办？能忍就忍啦，一阵子吧，过一阵子就好了。自己注意安全啦。针对柜台伤过的执期，铁道局北部工程分局回应，用着临时柜台甲临时轨的设置，以代替现有的路况为主，避免停收也是停用民地，减少民怨。目前临时站柜台已经是上宽加上好的设计啊。 最窄大概只有2.05公尺左右了哈，在月台边已经绘制了宽90公分的黄网线来做警示，也有派驻保全人员来引导旅客。旅客安全部分，铁道局北部工程分局强调会加强引导监看。临时站启用约3个月来无传出突发状况，也讲到中立临时站有计使用3至4年，就会撤回原来中立站的位置。过渡期也请旅客谅解时间带来不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